馬鞍山西沙 Sierra C 個特色單位，一座17樓，1290尺，連2個大平台，再連內置樓梯上天台。依邊咧，哇！即係講咗個景觀先啦。我而家喺個平台嗰度，景觀依邊向東，依邊向北，哇！成個企嶺下海，你睇下望晒啊！即係其實嗰邊係船灣淡水湖啦，依度再過其實西貢嚟㗎啦，西沙啊嘛，西貢同沙田咯，西沙就係咁解啦。以前就係沙田呢邊啊，西貢嗰邊，哇！而家依個位咧，下邊咧井頭村啊，依個單位睇咗依個格局先，其實淨係睇到已經知靚啦。啊，咁樣望過去前面依個村咧矮啊嘛，一個靚嘅明堂，跟住前面再水，哇！前面嗰啲昂山潮山靚到咧，跟住左青龍右白虎。不過略嫌咧就白虎高少少啊！依度女性住好啲，應該就啊後邊就馬鞍山啦，哇！青山綠水啊，又有靠山，唔錯唔錯。呢個2個大平台咧，817尺，仲有個950尺天台㗎。室內面積咧4房1290尺，你睇個廳 L 型，大就唔係好大嘅1290尺，但係好用，因為點解咧？望住2個大平台㗎，真係攝影師可以兜一兜咁樣影翻出去，哇！兩邊望住，你睇下個景觀，成個海景幾震撼啊！啊，270度啊睇晒嘅。呢個廳咧就咁望，你諗下180度海景啦都，哇！最緊要就係平台咧800幾尺，你係同個單位水平面出去啊！依度就門口咧冇乜特別啊，唔係私家電梯大堂嚟嘅。依條樓梯就上天台轉頭上啊，有來去水電掣全部做好晒俾你㗎。所以呢一個平台咧係前後喎，啊依一個係前咗，後邊仲有一個喎，嗰個細啲就轉頭睇啦，喺廚房出嘅。但係依個大平台你真係望下，哇！喺度燒嘢食，喺度晾衫，喺度養魚啊，喺度養狗。人生樂事啊！最緊要就係個價錢，哇！仲要 OK 呢啲價，講真買特色單位，你去到港島半價，哇就買到啦！1290尺新鴻基西沙 Sierra C， 而家呢個現樓啊，啱啱推出嚟嘅特色單位啊，非常罕有。望一望嚟個廚房先，哇！廚房都好好風啊！咁你見到全部俾西門子啊，呢啲就冇乜特別啦。咁啊，工人房嗰啲套廁就唔多影啦。啊，呢度我哋出去先啊，睇咗呢個第2個平台先。啊 Sierra C 其實值得期待，因為點解咧？佢每一期而家呢個係1A 1B， 呢度1B 期望出去咧啊，個景觀其實會有變化嘅。之後嗰啲後續期數望嘅景觀咧，同今日咧有一啲唔同啦。呢度望翻後面，哇！你真係嗰度幾多船牌，靚仔到真係。哇！依啲位呢啲灣咧，你揾唔到嘅呢啲環境。啊，新鴻基咧收啲農地，收咗幾廿年，再改變用途，先有今日咁嘅成果。啊，前後平台啊，你見到依度都可以有來去水㗎，有電掣㗎，咁所以真係唔錯。你喺依度可以燒嘢食啊，個仔就喺出邊燒嘢食啊，跟住你自己又喺另一個平台燒嘢食，或者仲天台仲可以燒嘢食，所以真係啊幾重燒嘢食啊！依個工人房我哋順便望下啦，係啊，工人套房都夠大啊，仲要有窗添，廁所就冇啦，工人廁所就冇啦啊！咁你問我，其實新鴻基識咯，啲特色單位將啲要大嘅地方大啊，唔使好大嗰啲地方咧就細啲。咁啊好用咯！啊哇，啲風好到啊，真係哇，吹到今日唔係好凍㗎咋，但係吹埋啲風咧都 OK 啊！4房雙套，呢個其中一個套就擺咗喺個廳嗰度。咁你望翻後邊都係海景，其實3間房加埋依間房4間房都望海景，但係唔同程度嘅海景啊。不過依度係前面就有後續期數嘅，有機會會有遮擋啊少少啦。咁但係咧高 part 真係而家依一刻入到嚟咧。商場搞掂晒啦，年頭開咗啦，下邊高 part 1，遲啲又高 part 2，過咗幾個月，跟住下邊嗰個巴士總會搞掂晒啦，跟住呢啲特色單位就有車位，哇 fit 晒啊！你自己揸車出去又方便，小朋友後下讀書，英基幼稚園又有，補習社都有啊，跟住衣食住行有晒，隔離高 part 咧學體育嘅又有齊。如果依度住呢度咧，係目標係俾啲乜嘢咧？係俾啲奧運冠軍。下一屆嘅，可能下一屆嘅，即係你嘅仔女，如果想學啊強身健體啊，學運動啊，隔離嗰個高 part 啱晒，真係任何一種運動你諗到嘅，呢度都有得學。仲要呢個單位咧，望下先見到4米樓底啊，4米特高樓底啊，做2層都仲得啊！啊，主人房你見到佢攞晒一個90度嘅角窗，好似細少少，但係如果你做2層咧，2層上層都望到海啊！呢個海仲要係靚仔啊嘛！啊，你唔好望下邊井頭，你望高啲，成個視線水平面望出去，你喺香港邊度揾到一個層層疊，有山有水，有山有水咁樣，
呢啲咧你望住一望無際汪洋大海冇咁靚㗎，但係依度我哋香港西貢嘅海咧係好有嗰種層次感啊！你見到依度前咗咧有個連島沙洲啊，跟住再望住一個少少嘅島，後邊有啲魚排，再望住對面岸，最重要係對面岸冇乜樓啊嘛，都係全部青葱翠綠。好哇，風水好，環境好，空氣好啊，價錢又好，呢個1290尺主人套房，仲有窗嘅跟住817尺，事不宜遲，唔好嘥咁多時間㗎，因為仲有個天台嘅，仲諗住結尾添，因為間屋太大，未結到尾，係因為仲有個內置樓梯上去950尺嘅天台，真係唔錯，上去望埋呢個咧巨無霸嚟啊！後面嗰啲咧高啲，但係咧冇我哋呢個咁靚，因為我哋最前單邊所以依邊咧個海景雖然我哋冇佢咁高但係我哋靚過佢因為我哋喺前排，佢哋就喺後排，所以真係唔錯上翻嚟咧天台950尺，內置樓梯內置嘅意思咧雖然睇嚟係露天嘅，但係喺個單位入邊啊嘛，咁呢啲好私隱度高正咁你可以望哇個天台上到嚟又大風又大。950尺天台，817尺平台，1290尺單位面積，加埋咪成3000尺，冇錯，3000尺真係來去水呢度都做晒俾你，哇！上到嚟950尺，即係頭先我講阿仔阿女阿爸阿媽一齊4組唔同嘅 friend 喺度燒嘢食都夠呢個單位。最重要就係上到嚟望，哇！呢個單位大單邊，望出去嗰邊係高柏咯，頭先講高柏商場部分喺左手邊。高爾夫球場喺度跟住嗰啲足球場網球場喺香港好少揾到一個發展商可以做一個咁運動嚟包裝、運動做主題嘅一個商場就喺你呢個CLSC嘅樓盤隔離，所以新鴻基做嘢呢，衣食住行佢都幫你諗掂晒所以呢個西沙CLSC嘅特色單位1290尺，連平台連天台，你又中唔中意啊？